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一寡鸟仔类的动物。娃娃 TV。讲到鸟仔，咱就会想到喙尖尖、有翅骨，会当飞伫天顶的动物，亲像咱伫城市常常会当看到代表警察的分鸟，乌乌会叫的乌鸦，搁有细甲只会叽叽叽叫的赤鸟仔。赤鸟仔嘛有人叫伊触鸟仔甲触角鸟仔，因为较早定定拢会当看到赤鸟仔伫触角遐，所以大家就拢叫因触鸟仔也是触角鸟仔。好，其他的鸟仔搁有尾溜遐会开屏的孔雀，足侪人喜欢饲会学人讲话的鹦哥甲嘉玲，搁有足歹阁是肉食性动物的麻雀，麻雀嘛有人叫伊蜡雀哦。其他搁有会当伫湖边、河边，也是水田内底看到的白灵狮、鹤甲乌面腊龟，搁有会当伫海边看到的海鸡母。我是拢讲日本发音的卡摩妹啦。我自细汉就卡摩妹，卡摩妹，卡摩妹啦，飞来一路顺风念歌词。快乐的出旁，大家应该拢有听过吼。内底的卡摩妹就是海鸡母啦。伫1931年出版的《台日大词典》内底就当查到海鸡母这种讲法。我咧想啊，会甲因叫做海鸡母，应该是因为因住伫咧海边，佮生了有淡薄仔像鸡母，所以因阵的人才会叫这种生物海鸡母。其实除了卡摩妹甲海鸡母这两种讲法以外，伫海边啊，也是海上在飞的鸟啊，咱嘛拢会当甲因叫做海鸟。好，除了这会飞的鸟仔以外，伫咱生活当中，阁有一寡袂飞会出现伫咱食饭桌仔顶悬的鸟仔，亲像鸭、鹅甲鸡。鸡阁有分足侪种，亲像鸡仔囝、鸡公、鸡母，阁有土鸡仔、风仔鸡、盐鸡、乌骨鸡、小拍鸡仔甲花鸡，是毋是有足侪种的啊？毋知影大家拢较爱食对一种鸡仔咧？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所介绍的鸟仔类的动物，大家拢会晓啊吼。咱再来复习一摆哦。粉鸟，粉鸟，乌鸦，乌鸦，赤鸟仔，触鸟仔，触角鸟仔。赤鸟仔，触鸟仔，触角鸟仔，孔雀，孔雀，鹦哥，鹦哥，嘉玲，嘉玲，麻雀，蜡雀，麻雀，蜡雀。白灵狮，白灵狮，鹤，鹤，乌面腊龟，乌面腊龟，海鸡母，卡摩妹，海鸟，海鸡母，卡摩妹，海鸟，鸭。鹅，鹅，鸡，鸡仔，鸡，鸡仔，鸡仔囝，鸡仔囝，鸡公，鸡公，鸡母，鸡母。土鸡仔，土鸡仔，风仔鸡，风仔鸡，盐鸡，盐鸡，乌骨鸡，乌骨鸡，小拍鸡仔，小拍鸡仔，花鸡，花鸡。
好，即马大家拢知影，遮个动物台语安怎讲啊？吼，后摆看到会当试看卖用台语来讲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呢，卖我市站甲分享出去，特别订阅关注的朋友嘛，即摆直接订阅的空中的线动，按来看到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每集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